就是说，今天算是我们全部的技术人员，然后还有演出人员一起正式的一些彩排这样子。然后早上就是花很多时间在调机器的部分这样。那其实说真的，这一次这个秀很复杂。复杂的程度应该是没有人做过这样子类型的一个秀，所以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要一起去克服。然后它又不像一般的演唱会，就是乐手老师不是只有弹，就是演奏帮我们演奏音乐而已，他们也要很了解整个戏的流程，所以他们才可以知道下音乐的 Q 点在哪里这样子。然后还有音控老师也非常的辛苦，就是比如说我演戏的部分，我要带着我的那个耳麦。然后，可是唱歌的时候我又要换成手麦，所以他不能调错，所以大家都要战战兢兢，所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压力大啊，我拖大家一起下水啊，一起压力大。衣服也是个很大的挑战，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个秀是很多惊喜的，所以我们的发型啦、衣服、服装的变化就会让大家都会有一种哇，他可以这样哦，怎么突然就变这样？就是要有这种感觉，这样，所以要克服的东西也很多，所以我们连发型师也都很伤脑筋，然后造型师也非常的痛苦，这样子。这首歌其实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张雨生的歌，非常经典。然后我人生听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就是《天天想你》。然后为什么我选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？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的歌词非常贴近我们每一个在外打拼的游子，就说你是不是像我，整天忙着追求，然后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。就是很多东西会小时候听你可能还不懂，因为你的人生历练不够。可是当你长大以后，你再听回去的时候，我其实之前彩排每次踩到这首歌，我会哭，就会觉得对。我就是默辛苦的工作那种感觉，就会很想要就是大哭一场这样。然后之前好像不知道排了几次，每次都会哭。可是后面就是有稍微控制一下自己，但我不知道当天的我会不会太入戏，然后又哽咽了这样子。对。